今年呢来到南投县，南投县呢客家乡亲呢也有差不多700万生意啊，算许多哦。我们今年访问呢是国民党提名嘅南投县长常胜义，也是乡议的李明珍委员您好。吴记者好，各位电视机的观众大家好。谢谢您接受我们访问，委员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南投客家的印象是什么？如果您要跟其他外地的人介绍南投客家，您会怎么介绍？我觉得我们南投县的客家目前呢是在国姓，还有水里还有信义乡、丰丘一部分。那么我跟客家他们在相处的话，我是觉得我们客家人呢是一个非常勤俭就对工作非常认真勤俭对家庭对朋友都非常的忠义义气我对我们客家人我们都相处都非常很好对我们客家人特别印象特别感深他们都是乐意帮助人家对自己也非常节俭对家庭。尤其对家庭更照顾，他们这种忠义精神我们是非常敬佩。南投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很美的地方，然后有很多观光景点，乡亲都蛮爱来的。但是要提到比较客家的一些地区，是不是南投这边是比较难凸显？您认为呢？所以这一次就是我要选县长如果让我选上县长，我对客家文化我就一定要大力的来推动让再到南投来能够真正享受到客家文化它存在的意义价值在哪里？您觉得可以从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加强，或者是您觉得以前有什么比较没有被重视，可以来继续？像现在我们南投县就是国姓它是客家占最多的一个族群那么国姓它有很多客家的特色，就像抢成功，就是客家每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节庆，还有国姓在南港因为我们客家在南港那边有一个养鹿专业区这个养鹿专业区因为就他们每年经济重要的依靠，所以我们对这个养鹿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来推广。那么我想客家比较重视的就是每年一季的那个桐花季也都办得有声有色，都非常热闹我想要把我们客家的文化推广就要视我们当地的客家他们所占比例在推动的这些文化，我们要去把它加以做更大的一个宣传让大家了解我们国姓乡、信义乡还有我们水里乡。水里乡就是新兴也就是接近国姓那一条路就是头147线。这条路我也尽是赶快把它拓宽，然后从南港就把这条路开通到我们水里乡的新兴村就是一条客家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就在那边。南投其实是台湾的中心，但其实它有一点边陲，就是我们常常我们的驻地记者采访到南投的时候，很多的比例是农业。因为很多在地客家乡亲，不止客家乡亲，他们的很主要的产业是农业。那第二可能就是观光。那这些其实乡亲都会觉得那个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看您的政见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你之后要做的，还有之前做的，有蛮大部分是开通了什么路。路这件事是对乡亲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很常看到是乡亲觉得我东西要运出去，或者外地人要进来。这个路的开通，但是南投的受限于地形很长，就是台风或者大雨，它就会受到影响。那在这个要维护生态环境跟产业，您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所以我是认为现在南投县最重要的能够吸引观光客到南投在那留言的是当地的观光建设一定要把它做好。那么当地的观光建设要把它推出去。一定要好的道路、畅通的道路、平坦的道路，让大家来通行。所以，像目前我在计划
要把我们国姓乡推动四大一个观光景点。那么它目前呢，国姓乡它产的到冬天呢就是草莓，草莓是国姓乡的一个农特产。那么种草莓到冬天呢，到过年那段时间是我们国姓乡我们客家人的一个大丰收草莓收成之后接着了，就是梨白枇杷，国姓乡所产的枇杷是首先是一流的，非常好吃那个价格啦还有那个品味啦还有它的甜度啦，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好吃，都是一流的。我每年在那边买这个枇杷送给朋友的，一年至少2、3万以上所以它有它的特色。国姓乡目前还有一个很好的咖啡，国姓咖啡非常的好喝所以我未来就是要在我们国姓乡，就是那个交流道国姓交流道下来他们有一个最高的驻足那个景观非常不错那么我准备在那边规划一个那我们国姓的农产市集让那些农产市集，让我们国姓乡所有的农特产在那边展示在那边卖甚至于在那边开辟一个让大家可以坐在那边休闲喝咖啡，喝国姓的咖啡它是我创造第一个景点，要让观光客到这边来休闲。那么再从这个点你喝咖啡喝了满足了心情都非常愉快了，然后接着就进去就往国姓里面进去往前走那我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在国姓乡他们过去已经有30、40年的历史就是他们有一个打石文化，拍石较早拍石打石文化。那么打石文化它会在国姓乡他们的客家文化产生就是因为当时北港有一个糯米桥糯米桥就是从那边的石头打好，整块的把它砌起来创造一个桥。那么糯米桥现在是国姓乡一个历史文化价值的一个桥所以这个桥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保护。所以呢，你就从那个农产市集，然后再打石文化园区。那么打石文化园区就是很可惜的进出道路都非常的难行我们这些我们客家打石文化园区他们的理事长啦、总干事也都一直要争取把他们那条道路修好让进去的观光客能够有一个非常畅通的一个道路现在我已经也积极的请我们第3河川局还有关单位赶快把那一条进去的道路先把它做好做好之后还要规划停车场你就这样慢慢的进去看过去前人先人他们的辛苦怎么样的创造过去的历史让今天留下我们的古迹，让这些古迹留给后人就去看它的历史，这非常有意义观光是您很重要的一个主打的政见那南投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还蛮多乡亲是住在我们刚刚提到交通蛮困难的地方，那或者说他们的不管住或者是他们的农业的地区，其实都蛮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那其实有很多就是历史下来，可能它的地的合法性或者是其实都会有问题。那这个您觉得以后要怎么解决？因为我们其实客家电视蛮常有这样子的新闻。所以现在我对我们现在政府的农业政策一定要大改变不大改变的话是绝对不行。怎么样的？所以我是认为现在我们的这些农民承租农地或是林地都受限于法令。那么我时常在强调，法令是我们人定出来的，不适用的法令我们赶快就修改嘛。我是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在2年前吴敦义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他有定一个就是承租林地或是农地还是国有国产级的土地他如果你不能恢复耕作使用的时候可以转变做其他使用
换句话说，你那个土地你可以变更地目，哦，然后呢，做维持你现在在使用的这种用途，哦，像你有时候占一点哈，你内底起一个公寮，对不对？公寮，现在啊，这我们行政政府单位啊，如果你在那林地里面，然后或是耕地哈，里面你有这些建造啊，有些建筑物啊，它一定要你拆除，好，我说你这个拆除的话，对老百姓没有好处，你政府还要编经费去拆除这些房子，我说这你要把它修正法令，就叫现况来租给我们这些承租人。尤其现在不能够承租的都是受制于现在的法令啊，所以要造林才能够承租。那目前有种农作物的像国姓乡，有好多的我们客家乡亲啊，都向我反映，我过去种植的这些香蕉、水果，都已经30-40年了。你们政府一定要把我砍掉，要叫我重视。那么好，没有关系啊，我来配合你们。我在立法院一直向我们农委会那个混农造林政策赶快要实施啊！我们这个陈宝基主委他不能跟我讲说去年的年底就可以实施拖到现在还没有实施。所以对我们老百姓，对我们这农民对我们客家族群来讲说在他们在每天在田里面在郊原里面工作，都受到一种压力我这研究当时用错，我不知道都是他们有时候工作都已经够辛苦了还要忧虑政府机关什么时候要把我这些香蕉砍掉变成血本无归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一定要去体会去体恤这些农民的辛苦，不要只是一直固守法令不变。这是不行的。现在混农造林其实已经有确定是可以了，对不对？还没吗？还没现在还没正式发布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是希望我们农委会要加把劲，赶快来处理这不好走的，对我们客家族群来讲是一个不但把这些农作物砍掉损失，而且又造成我们这些农民的辛苦压力郁卒心情郁卒我说这个心情郁卒久了就会忧郁症呢所以这个赶快检讨。南投想要赶快发展起来，但是其实这边的地形真的是受到蛮大的限制，包括您刚刚说就是农地的部分，因为可能在林务局或农委会，他们的确是想要保护国土这个概念去做，那有时候可能就会跟在地想要发展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那未来你有什么样子更新的想法或做法是可以兼顾的？所以我是认为那个现在要保护那个保护农地的还是说林务局就一直要鼓励造林但是你要看它的区域。如果我们这个现在他们在耕作的是在平坦的坡地所以在那个让他们能够去耕作，让他们能够赚口饭吃也应该让他们去把已经变为林业用地的能够变更就把它变更。如果是坡陡的较狭的山坡地我们就不要去开放它一般平坦的土地一定要去开放您觉得是现在农委会的区域的想法，就是他要有哪些地方管制，哪些地方开放的想法，跟在地的需求不一样？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在划定他们要划定这块区域都是保安林地，不管里面的平坦土地都一律都不管都是保安林地，就是要造林，就是这样强制规限。那么我在立法院也向那个农委会主委建议我说保安林地里面也有平坦的土地不见得保安林地都是陡峭的你应该一笔一笔来做决定不能够以大面积来做决定保安林地里面的平坦土地，你可以容许再放宽，让它做什么使用，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德政好的一个政府照顾了我们老百姓对不对？你今天政府如果没有这些农民这些农民在辛苦的耕作，把这些粮食铸造出来，把这些东西水果蔬菜把它种出来，
我们全国老百姓要哪里去吃东西啊？哪里去出水果？哪里去出蔬菜啊？对不对？所以也应该不要让这些农民这些我们这些客家的乡亲战战兢兢的在做工作，同时还要制造生存的压力，这不对啊。所以政府要赶快检讨。在您想要执行为乡亲做的事情里面，这个需要跟中央的主管机关去沟通协调的，这会是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吗？还是说在您想做的事情，你觉得还有更困难，可能要花更大心力去？所以我现在是认为我们政策一定要改变了。现在每一个机关都受限于怎么样？怕图利，现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如果公务人员有一点说便民跟图利的时候，有时候分不清了如果是说我方便你有时候有一个人检举，那么我们的廉政署、调查局、地检察署就来 A 谈，就来 A 谈这个公务人员。你说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怕，所以应该照理讲，我们这个政策应该要赶快把它放宽，让这些公务人员他也不用担心法令放宽之后就变成合法，老百姓可以安安心心的种植这些农作物，公务人员也不用担忧说我图利这些农民自己出上官司，也不用所以一定要大力的改革了所以我是认为我现在生长在我们这个南投县这个农村的一个县市我们对农民是能够最体谅的在立法院我想只有我一直在为我们农民的权利在争取像如果我这次当选县长的话我说中央对不切法令不修正的话，一直要把我们农民他们现在目前已经承租30几年的，已经在这边住了30几年的土地你一定要强制把它收回，要把那房子拆掉，要把那水果砍掉。如果坚持这样的话，甚至都把它移送法办让这些我们的这客家农友苦不堪言像这样情形的话，他们以后要来砍果树，要来拆房子我现在可以动用警察权保护我们这些农民让中央逼着中央去修改你的法令您觉得这都是其实是可以解决的？都可以解决的吗？法令一修正，什么都解决了不修改法令，你什么都解决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到县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老百姓不是跟老百姓在作对了，对不对？因为老百姓他有需求，他才要去要这个东西如果他没有需求的话，送给你也不要，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政府一定要去检讨。我们讲到这次选举其实南投县好像是很难得，这次是1对1的。对。那这样子1对1，加上现在民调，其实算是蛮接近的状况。那您觉得这次选困难处在哪里？我是觉得那个这次在县长在选举我是觉得从开始到现在我的民调都一直领先对方了但是目前到现在最近好像1个多月都没有做民调，也不了解怎么样。但是我领先都是领先他10几%了10几%。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个为满足，我们还是要加强耕耘。那么现在越逼近选举这种选民他支持的态度他会越明显。但是我感觉到。我过去选立委是在浊水溪县的那么另外乌溪县的过去都没有经营嘛那临时就提名之后才开始经营嘛但是这经营几个月来大概3个多月来我是觉得有很大的起色了像草屯镇民调也不输给他了埔里他是在地的但是埔里也稍微领先了领先对但是现在一直到接近选举的时候他会看你这个候选人你所提出来的政见对当地有没有帮助不是在不断开空头支票，空头支票开那么多，我相信
那我们这些选民也不会去认同，也不会接受啊。像我举一个例子啊，像从雾峰要把捷运呢延到南投市啊，我在101年在立法院呢就已经向交通部争取啊，那么交通部啊都跟我说啊，你们地方政府可以筹到1000亿的经费吗？哦，1000亿啊，在县政府来讲哦，是哦，10年啊不要花薪水，啊，不要支出啊，光预算啊编下来就不用用啊，节省10年啊，还没有办法达到1000亿啊。啊，你说一个地方政府南投县的一个这么贫穷的啊，一年税收啊只有42亿啊，啊，你说要到什么时候能够筹到1000亿啊？就是这根本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像这种哈，因为那个部长跟我这么答复啊，我都傻了哈。中央补助有限呢，都是你政府要花的钱呢。像你看高雄市的哈，高雄市现在捷运也做好了，但1年亏了20几亿啊，啊，那么高雄市想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中央啊，中央说这是你们地方的，我怎么能够去接你们这个烂摊子啊？所以这个捷运呢是要慎重来考量。但是另外有一种哦。我是觉得胡志强他推动的这个非常好，哦，快捷巴士，快捷巴士不用花很多钱，啊就可以从台中啊直接啊到我们南投来，哦，我是认为推动这个快捷巴士哈，很快的1年就可以马上达成这个目标，哦，啊你那个捷运的，我相信10年20年还没有看到成效啊，哦，所以我是认为啊，我们候选人呢所开出的支票要对选民负责。所以不能乱开支票，所以我说现在马上我要积极啊，争取啊，跟台中市来争取合作，把这个捷运啊快捷巴士啊延长到南投草屯。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拜啊南投也量的主要的长线延归主要交通方面的增加，也规模相同哦，向前做得多了解多门啊，比上刚开始直接数款。今日下来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嘅南投县长嘅长线人李文竹参选人您好。是仪容小姐，我们各位客家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您本身是埔里人，是埔里其实还蛮多客家乡亲，好像大概有2万人，快2万哈。您大概从上一届要投入县长选举开始，回到故乡来经营。那您从小又在埔里生长，是农业对南投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另外一个就是观光，那这个其实都牵涉很多我们其实平常客家电视就常常只要采访到南投的新闻，都跟路有关。这个路对当地其实很多，譬如说信义比较山区的居民非常重要，但是它又的确，因为它会一直被水打掉，就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地形地貌都不太一样了。那在这个要维护产业的发展，跟又要保护地区环境，您觉得您接下来如果说当选县长，您想要怎么做？我想第一个哈，我已经说过龙水路的维护优先的哈。我们当然现在有很多地方不限你客家庄哈，就是龙路跟水路8年来从来没有修过，被修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灾修中央补助，然后用那个钱拿来，如果不能用这个钱的，那就可能把8年10年龙路水路都没有被维修。我是县长，我就不允许这样。龙路水路的农民，不管他是客家人还是他不是客家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是农家子弟，所以我承诺我1年内，好，我一定会拟起1倍以上的预算，就是把龙水路做一个维护。然后以后我每2年哈，我会变比较多的预算来把它维护一次。那其中一个最严重是神木村，新的神木村全部是哈卡年，好，新的神木村过去6年政府发了8亿多，那么去年他把它迁到南投的给嘎当卡，好让他们去那边住，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他们有
10个有9个是拿回到神木村，为什么在那边种植？可是你知道吗？去年中央政府跟南投县政府补助神木村的钱，1毛钱都没有。以前是6年发8亿多，去年就放弃了。中央政府跟南投县1毛钱都没有。那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只要一个台风，甚至一个梅雨季的大水，它的路就没了。好，然后就不管它了。好了，那你要知道他们是种菜、种水果，如果是蔬菜，可能台风季过后，它3天就烂掉了，所以他必须赶快想要回去赶快抢这个钱，那个抢收。但这个路修好10天以后，谁修？他们自己修，或是他们找代表、找公所的，好啊，给个5万、8万这样子来修。我是县长，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我已经说，像这样的状况，我一定这个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就抢修，就最少要让我们的老百姓，他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个最起码的保障。我想这是我的责任。那这一部分我再说一遍，倒不是只针对客家庄，所有的农民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一定都会处理。除了这样子的地区以外，就是您未来也当选县长，您觉得最首要南投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是想我们的哈卡乡亲吗？整个南投。南投我讲大概就是像观光跟农业了哈。那我第二来讲农业哈，那像国信乡哈，它有非常好的品质非常好的各种的这个水果蔬菜，比如说国信咖啡，比如说国信的枇杷，比如说国信的香蕉。我以国信咖啡为例哈，国信咖啡其实就是费城咖啡，因为它在同样的纬度、同样的这个条件之下，国信咖啡的品质是比古坑咖啡还好的。但是对不起，古坑咖啡的销路跟价格是比国信咖啡好很多。事实上有很多古坑咖啡9%不是古坑咖啡，是从国外进口的，那有一部分是从国信那个卖到那边去。那为什么品质比较好的国信咖啡，不能自己卖，不能有比较好的价格，而是必须送到古坑去，然后用古坑咖啡的名字卖出去呢？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不会行销，农民不会行销。我们国信咖啡做这个在地的认证，那我们要让介绍，让我们的国民或是国外的旅客知道我们是比较好的咖啡，其实是不难的。所以我觉得农民最需要的是我有好的水果蔬菜，可是呢，我不会行销。我认为政府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我怎么帮忙他行销。那第二个是观光也一样。我们在客家区，我们有很多的观光的元素，它再加上所谓的客家文化、客家美术这些元素，可我们不会包装。那你不能怪个别的一个县民，他当然不会，他的能力、他的资源都远远不足，这个就是县政府应该去帮他做的。那像这个我坦白讲，我也不会，但我会用人。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办的这个紫毛熊，我们就在南投县的每一个地方创造了都是那一个观光点，几乎都是历史值最高的人。像在这中央新村，我们办了2天，人山人海，整个中央新村都塞到草屯跟南投，它比茶博会的人还多。问题是茶博会政府发多少钱？发2000万，我们发多少钱？我们发几十万。差别在哪？就是你要抓到它的元素是什么你怎么去把它包装，怎么去行销？我来举个例子，像非常有名的桐花季，有没有？很多人不知道，在15年前，有一个台北土城的艺文界的人士来找我，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忙，他们要办桐花季，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县政府服务，我们拨了一笔钱给他，我没有记错，好像是150万还是200万，这是台湾的第一个桐花季，那一位小姐，第2年就变成我服务处的主任，那大概5年后，桐花季就变成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在办，就是你要会去创造。你看，在我们南投县呢，除了抢成功，还有鹿茸季办的不错。我们我们很多的，包括客家地区，包括不是客家地区，常常办了很多活动，都在小某一山，都没有客人。
好，他们办的活动除了我们自己人来参加，然后消磨预算以外，这个不对了哈。我们南投县是个穷县，所以就必须要会，我怎么找到它的可以推广，外面的客人哈，他会有兴趣的元素。它可能是好的农产品，它可能是客家文化，然后把这些元素包装，把这些元素行销，然后让老百姓赚观光财，让老百姓让农民赚农民财啊！我想这是一个县长应该要做。我对这一步我倒很有信心。如果我是县长，我想我们的很多的客家乡亲那么好的农产品，那么好的观光的元素，因为这个县长比较有创意，这个县长会用有创意的人，因此可以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观光上面的创意，它可以用在客家语言文化的推展上嘛？因为其实各个县市都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客家好像能见度提高了，但是参加活动的人其实大部分还是老人家。那小孩子他学的客语其实，你要说不到地也是，或者说他可能不是第一语言，他当外语在学。那您觉得在观光这样子的创意可以用在让更多的年轻人、小孩子他也来接触客家吗？我刚刚讲的比较是从一个要替我们的县民、替我们的客家人帮忙他赚钱的角度了哈。但是我们如果活动办得很有趣、很活泼，当然也会对推广客家文化有关系。但要推广客家文化，我觉得是基本上这种一件事情了哈。那我已经在我刚好礼拜六的时候，我的国信总部成立，我在那边有宣布我的客家政策。第一，我要在南投县国信乡成立一个客家文物馆。这个客家文物馆不是个静态的文物馆，这个客家文物馆是一个在那里维护甚至推广我们的客家语言、文字、文化的中心。好，我有一个经验，就在台北县，我们创设了一个非常好的客家文物馆。那苏贞昌县长，那我有帮忙他。那么我们当时我们很得意的是，他提出来的计划里面哈，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客家文物馆。那它也有一些软硬体，我们主动要求软硬体提高。好，我记得我们现在跟他增加了大概快1亿的经费。我们不需要浪费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是文字馆的客家文物馆。对我们来更重要是它的软体，它的营运计划。好，未来它最重要的是你怎么透过这个客家文物馆成为客家乡亲成为很多推广客家语言文字的一个重镇，甚至客家文化的研究的一个重镇。那我不敢说我们达成这样的目标，不过至少它是一个几乎全台湾所有的客家乡亲都会去参观，都会去看这个客家文物馆。所以我们要维护客家的语言、文化、文字，我是希望第一个功能就是我在4年之内我要完成一个客家文物馆。我再说一遍，我要做的不是文字馆，我希望这个馆因此它就会加出很多的人力。它的人力不是在你们来参观，不是这样，它要成为客家事务客家语言、文化、文字的一个维护跟推广的中心包括编写客家的校册，有没有更好的、更贴近我们南投当地、国信当地的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文化、文字那怎么去 support 我们很多的母语教学？是我们很多的母语教学老师，他们就是单打独斗的，拿一点微薄的车马会，这样是不够的。政府要更有积极一点，维护这个文化，包括客家。我更担心的是我们原住民所以我一些原住民，像那个赛德克，他们有一个语群，现在透过教会的帮助，现在正在编他们的这个字典。那我自己就拿了一些钱，不是很多。那我要告诉他们，我现在如果可以拿5万块给你。我是县长，我就编50万给你。为什么？把语言、文字、文化保存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会回到客家也一样，我希望我们会增加更多的 support。那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在县政有一个客家书屋科了那在层级上恐怕也没办法再提高。不过我如果是县长，我要成立一个客家书屋的委员会，由客家人来组成，但我每3个月开一次会，我跟副县长
轮流参加，就是希望很多的客家书透过这些客家大佬他们的关心，然后呢，然后他们可以做一些决定。那为什么县长跟副县长一定要去呢？就是关心支持。那如果认为可行的，那我们就可以在那里那做一些决定来帮忙，因为这样的成绩，它就可以，我们不能成立一个客家事务局，但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定期的运作那就可以让客家书不是局限一个小小的一个科，你知道一个小小的科，它能做的事就很有限因为重要的决策者，县长、副县长都有去练习，那么在这里听他们讲然后再我们可以做一些很直接的回应。我希望透过这2个制度性的设计能够让在南投县我们的客家的语言、文化、文字得到比较多的关心，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跟发展。您刚刚有提到南投县其实是一个穷县，不过我也有发现您提到了好几个比较重要的政见，其实都还蛮花钱的。譬如说台中捷运要延伸到南投，然后包括老人相关福利的补助，其实是很花钱的。那您觉得未来县政府真的有这个经费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吗？第一个那个台中捷运雾峰线延伸到草屯然后到南投这个不是县政府要发的钱以台北捷运为例中央政府吃大概六成的钱，台北市政府出3成多，台北县政府只要出大概5%到6%，所以这个其实是林佳龙的政见。林佳龙如果不讲一个南投的县长来讲这个政见就骗人的，因为钱9%以上是中央跟台中市政府出的。第一，第二，新建水新建，台中市政府新建；营运水营运，台中市政府营运。所以这个计划基本上是林佳龙的计划。但是如果林佳龙说要做了，然后我找蔡英文，因为民党可能执政找林佳龙来，其实是来背书。所以这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花的钱是很少的。那还是台北县政府花5%到6%，南投县这么穷我当然是说我这散啦没使叫我出5%到6%啦所以这个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这是第一个。那地方政府要做什么？地方政府要做的是，比如说战区，我们会在草屯有一个站，我们会在周云新村，在南投有战区，战区附近道路的拓宽。我们这样政府做头无做尾，然后来人足多海附近乱七八糟，错。捷运在新建的时候，战区附近的道路我就在拓宽了，对不对第二是接驳的巴士。因为它只到南投，那要接驳到民间接驳到竹山对不对这样的话，民间竹山才可以对这捷运它也获益。但我告诉大家，钱花的不多，可你不要忘记战区的发展，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因此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我可能可以赚很多钱南投县政府可能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对我来讲捷运当然这要看它的条件，还有现场的执行力捷运这个东西，南投县政府是准备赚钱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劳动福利是要花一些钱，这个我们都计算过了大概我有2条劳动福利，大概1年都要花1亿多一点点，所以就是这个劳动福利看起来很多，那我只要1年多给你2亿多，对一个县长这不是大钱，对一个有能力的县长这不是大钱，就是你怎么去经营政府。我随便举个例子，民进党的草屯镇长洪国浩，他当镇长的时候，草屯镇的负债2亿6千多万，他已经还清了。民进党的医师乡长这个陈景伦，他当乡长的时候负债1亿5千多万，他已经还1半多了。乡公所的负债比县政府担子低，可是他的资源也比县政府少。县政府有很多的资源，这些资源你有没有好好的充分运用？我刚刚说过观光，你经过一些事情，观光是要赚钱的。观光不是花钱来办活动消耗预算，观光是可以赚钱的。你知道，我说要推销农产品，一开始要透过政府的力量去帮忙的农民去推销，要不然农民没有办法办。当这农产品被我打持殖民制以后，因为我是有股份的因为我不是听了办一个活动，办一个活动那是没有用的，你是有一整套的计划，然后对农民你要保障他。你现在说来我的计划你要跟我，我
你要叫农民担那么大的风险，他可能不肯。所以我做这样的计划，我可能是一开始我是给他一定的担保价格的。我用什么介绍给你买的好，那我用一定的担保价格。如果这个东西被我推广出来以后，就是我政府设立的公司在赚钱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政府要去帮忙农民，我当然想的不是赚钱，但顺便赚一下钱不是坏事啊。所以我要说的是，政府是你有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企业？政府当然是一个企业，政府就用企业的一些方式来经营管理。唯一不同的是，县长在这个企业的成功里面没有赚到钱，但是县库是可以赚到钱的。你知道，县长是可以赚到民生跟这个好的民生跟县民的感谢。所以在你们来看前，在我来看，这是一个有能力的县长是在很多东西需要发钱，有的时候要发大钱，但是有的你可以在短期内你就可以赚大钱，有的长期下来3年4年下来，你就可以慢慢可以赚钱。所以对财务的部分我当然会另外做一些说明。那坦白讲，我是很有把握的就是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县长。讲到这次选举，南投很难得是1对1的然后您的民调其实也一直在往前追。那现在这个状况，您觉得有信心可以追过去吗？因为其实对您的对手来说，他是觉得是越拉越大的距离。我这样子了，我看我们的民调是我们慢慢在拉近的比如说民党中央在这个7月底做的民调，我是输11.2%，那在9月3号做的民调，我是输6%，所以我是在拉近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我想国民党中央执政变这样南投县又发生这么多的弊案我相信县民会希望改变那第三是，我觉得县民也应该要去思考了像我的对手林明珍，他说他是观光立委，是观光县长，南投要当观光首都。如果他是县长，南投观光就惨了啦。怎么说？他第一个被赞许的是集集的这个火车站，集集好多节，没有错，这个他有功劳，这个应该赞美他。可是现在集集好多节一成不变，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去办过纸毛熊的活动，他的商家非常高兴，他说只有过年才有这种人潮了。我说这个跟好多节，他说好多节跟你完全不能比，这是好的。我再讲第二个例子，南投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天空之桥，对不对？黎明珍争取经费的天空之桥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店面跟摊贩600多家，半年后剩下10几家。天空之桥在前年10月1个月的门票收入839万，去年4月也就是半年后，门票收入剩下13万。一个景点它可以有那么多人，1个月门票就收839万，表示它有吸引力。可是半年后就没落了，这个就是黎明珍争取经费的结果。这样的人来搞观光，大家不担心吗？这个还不扯，更扯的是竹山有一个叫瑞龙瀑布，瑞龙瀑布还没做好，竹山交到下你就看里面是很大的看板，说瑞龙瀑布是我争取的。你到瑞龙瀑布的现场，你看到已经立碑立好的，感谢黎明珍立委争取1亿2千万，结果瑞龙瀑布还没有完工就烧掉了，到现在荒废了1年多，拿了1亿2千万，然后什么都没有，有没有壁咚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人搞观光你不担心吗？好，天空之岛好歹还半年，当然让很多人跟着赔了。那600个商家为什么变10几家？因为每一个都赔得不敢收起来了。那瑞龙瀑布是连开幕都没有开幕，好，这样的人如果搞观光，我们的县民要想一想，这样的人搞观光对南投县会是一个灾难。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